別不信，躺着也能排毒。以人體的經絡系統來介紹下推膀胱經絡對養生保健和減肥排毒的功能與作用。膀胱經是人體最長的排毒經絡，沿着脊椎兩側分布，從頭頂一直延伸到腳底。這條經絡上有67個穴道，其中很多個穴道都與內臟功能相關。經常有推這條經絡，可以幫助代謝廢物更快排出體外。堅持推膀胱經還能帶來額外的好處，比如改善睡眠質素，因為推按能放鬆背部肌肉，緩解一天的疲勞。對於長期久坐的人，這個動作能減輕腰背痠痛，預防腰椎問題。推按時按摩師動作與對方呼吸節奏互相配合，效果更加好。剛開始接受療程，可能會覺得有些部位特別痠痛，這說明對應的內臟區域需要更多關注。隨着數次推按，這些不適感會逐漸減輕。只要保持養成經常推按這條經絡後3至6個月後，你平時亞健康的問題會有唔同程度上的好轉和改善。願你經絡暢通，健康無憂。